港星余文乐和周杰伦因合作电影《头文字 D》成为好友，时隔14年合体，掀起影迷回忆。有趣的是，余文乐和周杰伦互相伤害放丑照的 IG 贴文，笑翻歌迷。艺人周杰伦 vs 余文乐，练很久了。周杰伦认真打电动厮杀，全被余文乐拍了下来。3日晚间，余文乐 PO 出合照，大伙在餐厅内聚餐，余文乐斜靠在餐桌上，周董则坐在另一端，对着镜头反手比 YA， 开心地写下头文字 D 聚会。头文字 D 片段，请你待会开快一点，我还有事情赶着要去做，带着他，不需要吧。两人2005年合作演出电影《头文字 D》，饰演较劲赛车的对手，相隔14年再合体，网友喊话希望也能看到陈冠希加入，勾起不少影迷回忆。而余文乐还 PO 出一张照片模糊的照片，故意写下我司机，很多人说他像周杰伦，周董马上留言，这张我不想按赞，接着马上 PO 出聚会大合照，只有余文乐还没准备好，眼睛闭着，表情也很搞笑，他写下谁叫你乱 PO 我的照片，你来我往的互动笑翻歌迷。还有女星 Angelababy 28日迎来30岁生日，戴上银白色的假发，打扮成动画《冰雪奇缘》里的 Elsa， 精致五官配上服装，神还原动画造型。Baby 双手合十对着蛋糕许愿，朋友们还扮成灰姑娘、白雪公主等角色。派对除了有粉色的城堡蛋糕，还有 Baby 站在蛋糕上，全是粉红色，少女心十足。连 Angelababy 的弟弟也特别男扮女装成长发公主，戴上金黄色长发，穿上蓬蓬裙，还开心与好友自拍。公主生日派对玩得相当尽兴。